問快答，第一題，你寧願一世都冇高潮，定係每日高潮200次？每日高潮200次，點解咧？因為鮑魚好重要，鮑魚好重要。一世都冇得搞嘢，定係3 P？ 3P，咁你3 P 定係想多 P？ 3P，都係3 P 夠啦，太多就唔好啦。承受唔到。我想嘔啊！你寧願冇波平空嘅，定係3個好靚嘅波？跟住3個好靚嘅波咧，邊大細胸放埋你咁。大細胸咁樣。如果你、我同霍哥3個一齊轉身到異世界，我係哥布林，知唔知個哥？知嘛 ？OK， 霍哥係蜥蜴人，你要揀其中一個去衍生下一代，你會揀邊個咧？哥布林，點解要揀哥布林咧？因為哥布林係你啊嘛，因為哥布林係你啊嘛。我輕輕地嘗一口你說的愛我，還在回味你給過的溫柔。好心啲。